你需要警覺性、敏捷身手。第一招破踏膊摸胸，遇咗啲死佬扮 friend 踏膊，乘機摸胸。你先要向側踏前一步，攞好重心，跟住從後撳實佢膊頭，將佢推前，再順勢一掌推開佢。第二招破起踭撞胸，喺人多嘅交通工具入邊，啲痴漢最常用呢招抽水。咁你就要即刻打側身，撞開佢隻手，再踏前一步攞重心，回身一巴車埋去，痛快！第三招破迎面推胸，早前嘅觀塘阿叔就最拿手呢招，破解要相當敏捷。先側身避開手踭，左手搭住佢個膊，拉佢轉身，再順勢兜巴星。第四招破紅抱擒胸，從後襲擊係最難防備，重點係手腳要同時作出反應，雙手好似打斜拉弓咁撐開色狼雙手，同時向前踏一步，攞好重心，拉遠雙方距離，咁向下撐開嘅手至能夠發力，打爆色狼下體。第五招破正面襲胸，遇咗呢類明刀明槍嘅招數，先要從中隔開佢雙手，再雙龍出海推開佢。如果叉頸就威力更強，跟住再踏前一步，穿力射頭咁將佢兜上去，爆佢兩兄弟有下冇得作惡啊！